立法院今仔日审卫星广播电视法修正草案，国民党的立委洪巧玲是主张讲，党政军投资广电事业，说是去处罚收到投资的人，安尼无合理，应该要废掉。不过 NCC 是回应讲，若无处罚，这条款就无意义啊，强调讲是会使修改，袂使废掉。 过去因为 NCC 对中天电视不准换照引发少年线的司法官司，加上现主持媒体党员在野党立委主张修正卫星广播电视法，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初白排审讨论，在野党立委主张修正党政军条款，那位王巧玲主张党政军投资广电事业时，被投资者说起方法无合理，爱甲法则抬掉。 适度的松绑并不等于放任，而是对于媒体专业的尊重，更是对乐听人智慧的信任。NCC 的基本立场是认为说，党政军条款可以修，但是不能废。直接投资的部分，我们是认为是绝对禁止。 民众党立委质询的是，地检国际组织的调查指出，台湾的媒体面临严峻的考验，要求媒体爱公开政府补助金额、各广告的收支来源。国际组织都这样认定，那当然我们要细心检讨嘛。新闻媒体可以有立场，但是不能违法，不能也要有是非信任度涉及到。 事实查证的违法部分，我们都会依法来处理。国民党立委是针对 NCC 对媒体不准换照、隶属新闻台关台的代志，质疑敢是伤害言论自由。能够说，因为我不喜欢你的意见，所以我要求你闭嘴。言论自由其实是普世的价值，大家都在拥护这个自由。如果说他触及到这个必须要他自己要承担的部分，那依法行政的机关其实也必须要依法来行政处理。NCC 代理主委陈宗书表示，伊无方便评论中天电视台等个案，一切依法行政。专案目前行政诉讼中，就交予法院决定，也强调除了卫广法有党政军条款，广电法甲有线广电法嘛有同款的规范，建议广电三法爱做伙处理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